呢次汕頭濠江行嘅最後一站，去揾一個有上百年歷史嘅一間老麵館。我哋而家咧就係呢啲老嘅好老嘅街道裏邊，喺度呢度就係我哋今日中午要食飯嘅地方。啊，側邊就係老爺保佑一個咩宮嚟嘅。呢度食啲嘢咧，我哋大家睇下。啊，呢度自己做嘅丸，啲豬肉丸啊、牛肉丸啊。呢啲係本地人哦，打包翻去啊！攞個翻屋企食。擔膠，有窿肥藤大嘅窿肥藤。即控大膠，即控大膠。即控大膠，即控擔膠，แล้วก็即控大粿。有條三花粿條，大嘅要肥藤，有10碌。3點就做嘛3點嗰時3點超勁做嘛3點就做。嗰隻麵好食啊！嗰隻手工打嘅，佢話喺隔離3點鐘打，收3點鐘包餃子。哦，咁啊呢啲啊5點鐘自己做，就唔放冰去打嗰種。好，嚟，做咗幾多年啦？佢哋做您家做幾年？兩個給你老店。8年啦。第幾代人？第三代。第三代。看着就香。流口水啊！特別那個拌麵，拌麵比較有那個食欲。對，啊，這個流口水哦，因為我哋一共咧有8、9個人，所以咧點到滿一台大家分。係。這個餃子。啊，呢度呢一碗特別，仲有呢度一個好特色嘅嘢，佢哋自己包嘅餃子，半嘅雲吞，等佢啲皮索晒啲下邊啲汁水味道。啊！我最期待的，這碗是我最期待的東西。呢度啲手工麵，下邊攞啲同樣嘅醬汁，仲有就係呢啲咁嘅叉燒，好香啊隻麵。特別佢呢啲肉全部係帶肥嘅，嗰啲油脂香就入到去啦。而家你喺度點嘢食，我只係聽到一半。3點鐘起身係嘛？3點鐘做嘢。係啊，3點鐘包餃子。啊，包餃子做麵打麵。5點鐘啊，打嗰啲肉丸、豬肉餅，就佢哋一家人喺度做，係一家。佢日就係做幾多賣幾多，賣晒就算啦。哦，呢個叫咩工啊？媽祖啊，媽祖啊！呢啲係佢哋自己手打嘅肉丸。呢個喺前面見到阿叔喺度切開嚟嘅一個3個形嘅肉餅，仲有葱粒、醋肉、瘦肉。呢個葱油沖到呢個湯裏邊之後，同埋蒜頭酥啲香味。我估下呢啖湯就係你講嘅小時候你哋嘅味道。佢哋自己包嘅餃子，即係餃子皮就比較厚實嘅。我見佢哋好多本地人咧，就一個湯嘅粿條，或者一個撈嘅加一個湯，平均嘅消費就係10蚊到20蚊，好滿足㗎啦。食飽先發現，做咩我隻筷子一個長一隻短嘅？一隻長一隻短都唔影響我食呢碗麵嘅香。晒奶要話。即係大粿弄係大麵。沙紅條辣汁加濃紅茶加沙汁，膠汁。然後再弄粿條，粿條晒粿條。粿條。粿條就所謂粿條是什麼？粿條即係粿條。膠汁加辣汁。俾我。幾多啊？一共150蚊。150蚊，10幾碗嘢。呢度仲有一種呢度當地獨有嘅特產。喺潮汕咧係好中意食啲甜嘅嘢嘅，有一間百年老店啦，呢邊一間，我哋一間食嘢嗰度一間。喺潮汕真係呢種百年老店，好容易揾到啊！都是早上自己做的。對，我們3點多就來。哦。麵條也是自己做。粿條就是買人家拿來。哦。麵條啊是什麼？這個麵特別好吃，我吃了2碗，2大碗。對，一共多少錢？120。120是吧？哦。2斤半肉丸，2條肉卷，120蚊。好，帶埋佢返深圳。